年紀大嘅姊妹們唔知點揀翡翠手鐲嘅，咁我今日教你哋睇下我手上呢一批貨。皇家綠種水膠膠潤潤，黃色似暖暖嘅蜜糖，綠色似鮮嫩嘅小草，戴上手夠晒精神，有福氣感又有活力。呢個情緒顏色係淺淺青綠，似陽光穿透嘅山水，透亮乾淨，睇落去好舒服。戴上手涼浸浸又顯白，襯乜嘢衫都顯氣質，一年四季戴都啱。呢個果綠原條，經典原條配鮮果綠，夠晒醒神。隻綠色似榨出嚟嘅青蘋果汁，鮮嫩欲滴，好養。呢個情緒飄花底子係清透嘅淺青色，飄花唔多唔少，精精緻緻幾朵綠花，似水草輕輕浮動。呢個果綠肥原條又一條靚靚果綠原條，顏色係好正嘅鮮果綠，甜而不膩，似初夏嘅嫩葉，戴上手顯貴氣。種水依然係亮點，膠膠潤潤夠飽滿。睇晒啦！有冇姊妹中意嘅款式？有嘅可以留個圈口俾漣漪，漣漪安排一個低於商場價嘅翡翠手鐲俾你哋。